OK， 1993年第51條題目就話喺 figure 入邊 O 係個圓心，然後 AB 就喺 N 點掂住個圓形，咁就問你以下邊一個係啱嘅。咁首先啦 ，MNKO 係 concyclic， 如果我哋要證明呢4點係 concyclic， 即係喺同一個圓形上邊，咁我哋就要 prove 到呢個 quadrilateral 嘅對角加埋等於180度。咁因為呢一隻角已經等於90度，咁所以如果我哋 prove 到呢一隻角係90度呢，咁我哋就可以話呢4點係 concyclic 嘅。咁因為 HK 係穿過圓心嘅 chord， 咁所以呢，其實 HK 係直徑嚟嘅，咁對住直徑嗰隻角呢，就係直角啦。咁我哋就可以 prove 到呢一個係 cyclic quadrilateral， 而 MOKN 呢4點就係 concyclic， 咁所以 statement 1係啱嘅。跟住啦 HNB 同埋 NKB 呢兩個三角形係 similar， 咁 HNB 即係呢一個三角形啦，咁 NKB 即係呢個三角形。咁首先啦，因為佢哋有一隻 common angle， 然後因為 angles in alternate segment， 咁所以咧呢一隻角等於呢一隻角。咁因為呢兩個三角形有兩隻角係一樣啦，咁所以咧剩低嗰一隻角都係一樣。咁我哋就已經可以證明到呢兩個三角形係 similar 嘅。咁所以 statement 2啱。跟住第三啦 ，OAN 等於 NOB， 咁我哋要將 N 同 O 連埋一齊先啦。咁因為呢條係 radius， 呢條係 tangent， 咁中間 tangent 同 radius 係垂直嘅。咁我哋假設呢一隻係 theta， 呢一隻就係90度減 theta， 即係 phi。咁 theta 加 phi 都要90度啦。咁呢一隻90度，所以 phi 加 theta 等於90度。咁我哋就可以見到 OAN 等於 NOB 等於 theta。咁所以 statement 3都啱嘅。咁所以咧答案就係 E 啦。